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晚嘅節目。今日我哋請咗一位好特別嘅嘉賓，係投資師，歡迎你。今晚我哋會講一個好多人都聽過，但可能唔完全明白嘅話題。美元 USD 同埋美元地位呢個話題呢，好似好 juicy 啦，茶餘飯後嘅話題，每隔幾年呢又會俾大家拎出嚟講㗎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呢個話題咁多人討論呢？美元同美元地位真係一個幾有趣嘅話題，經常都會牽涉到債務問題啊、美帝衰落啊、我國崛起呢啲 keywords。咁喺呢10分鐘嘅訪談入邊啦，咁我希望同大家搞翻清個 concept 先。咁等你以後對住呢一類嘅主題，都唔好淨係停留喺吹水咁樣階段，而係真係點樣理解咗可以幫到你做投資呢？好啊，咁我哋首先不如定義下美元同美元地位嘅分別。點解唔係淨係講美元升定跌咁簡單呢？問得好，兩者係有一個根本上嘅分別，唔係淨係升升跌跌咁簡單嘅。首先，美元其實係美國嘅官方貨幣先啦，個代碼係 USD。一般咧，影響一個貨幣嘅升升跌跌，我哋睇幾樣嘢嘅啫。例如我哋首先睇下呢個國家其中一盤數，貿易上邊究竟佢係賺錢定係蝕錢呢？買嘢多啊定係賣嘢多呢？第二盤數我哋就係睇下投資嘅需求，投資嘅需求係會因應呢個地方佢嘅經濟利率有影響嘅。好似而家嘅狀況咁樣啦，你去睇下美國嘅經濟，你睇下佢 GDP 比其他嘅國家都好，你再睇下佢嘅利率啦，而家大概喺 4.5%， 基本上比其他已發展咗嘅國家都係要高嘅。咁所以自然資金都會喺幾年一路都喺流向美國嘅資產上邊。哦，咁照你咁講，美元地位就唔單止係講貨幣咁簡單咯，係咪啊？冇錯啊，美元嘅地位其實講緊嘅更加唔單止係貨幣，係講緊美國喺國際之間扮演嘅角色有幾重要。第一個角色佢就係扮演住儲備資產。2024年全球嘅外匯儲備咧，美元係佔咗 59% 噶。第二咧已經係歐元，淨係得 20% 啫。咁跟住仲有其他林林沈沈嘅貨幣啦。第二個角色就係貿易入邊嘅重要性啦。美元喺國際之間嘅貿易咧，係作為一個主要嘅計價單位嘅。例如截至2024年，全球有超過 50% 嘅進出口貿易都係用美元作為個單位，尤其係石油同埋一啲大宗嘅商品。第三個角色就係一個經濟嘅消費力啦。經濟消費力講緊嘅就係到底一個世界間邊個係一個主要嘅消費者，邊個係主要嘅提供者呢？美國喺2025年佢嘅 GDP 大概係 27.9 萬億美元，佔咗全球大概 26.8%， 所以佢嘅消費市場係極龐大噶。第四個地位就係軍事嘅力量啦。美國嘅軍事開支喺2024年係達到9340億美元，佔全球咁樣睇嘅軍費咧 38%， 一個國家已經佔咗全球嘅 38% 啦。排第二嘅係中國，只係佔 12% 啫。咁所以你會見到，無論從儲備嘅資產、貿易方面，定係經濟嘅消費力，定係嘅軍事之間，都係有明顯嘅差距嘅。咁所以造就咗美元或者美國佢喺國際間有一個強大嘅地位啦。哇，長知識，呢個我真係未諗過，石油、軍事力量都竟然有關係。咁我相信大家而家都好清楚兩者嘅分別。地位唔係單單講緊貨幣咁簡單，仲有4個根深蒂固嘅因素。嗱，但我聽講美元都有弱嘅時候，係咪真？如果美元弱咗，佢嘅地位會唔會都跟住弱㗎？真，美元其實喺歷史上都經歷過唔少嘅波動嘅。但係佢當時候嘅地位係咪一定會跟住變弱呢？甚至係咪真係會衰退，美帝會倒塌呢？咁我哋可以睇下過去3個歷史時候。第一，19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喺1971年就宣布咗美元同黃金脫鈎，布雷頓森林體系就崩塌咗啦。咁然後美元就貶值咗大概 20%。但係後嚟1974年美國咧就同石油掛鈎咗，
咁就造就咗一個石油美元嘅協議，咁就令到美元重新執翻個地位翻嚟。咁即係話當時期美元弱咗咧，都真係有影響地位。不過好快又俾美國拎到另一個支撐。係啊，第二個例子就1985年廣場協議。咁美國同日本、德國幾個國家同意咗俾美元貶值40%，去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嘅問題啦。雖然個匯率美元跌咗好多，但係嗰陣時美元嘅地位其實唔係就咁就冇咗噶。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嘅地位係冇受影響噶。當時候全球仍然係對美元嘅需求好強噶。哦，咁歐元有冇試過挑戰美元？我記得歐元出嚟嗰陣好似好有聲勢。你講得好啱，2002年係歐元正式流通啦。當時候好多人都會覺得歐元有機會會挑戰美元，但係歐元呢，佢一個經濟體有唔同嘅國家，結果佢一體化進展慢啊。結果美元喺外匯儲備定係貿易嘅結算上邊都冇被動搖，就好似啱啱講咁樣，美元喺外匯儲備佔59%，歐元都只係得20%啫，咁耐以嚟。所以你見到2000年開初美元的而且確走咗個弱勢嘅幾年啦。當時候有好多美國自己都有啲經濟嘅隱憂啦，又有911，然後歐元又冒起，中國又冒起，有唔少錢的而且確係從美國流出咗去其他地方嘅。咁美元係貶值咗，但係美元嘅地位冇因為咁樣而變化。我哋而家 look back 翻，我哋都見到冇好大嘅分別。哇，咁聽落啦，美元嘅升跌咧，又真係同地位有啲差別嘅。經濟、貿易、軍事同地緣政治4支裝嘅支持，唔容易被取代。咁有冇可能有一日美元地位會俾其他貨幣取代，例如話人民幣呢？咁所有嘢可能都有可能嘅，不過你要知道取代美元呢，你唔單止係經濟啊、軍事上都要夠強，仲要係全球對你嘅貨幣都要有個信任，都要用你嘅貨幣先得嘅。舉個例子就好似美元就好似 iOS 嘅 system， 好似蘋果嘅手機咁樣，你要取代蘋果嘅手機，取代佢嘅生態系統，佢嘅忠誠度，你就唔單止係要追上佢嘅水平，你更加係要全方面超越佢，咁你先可以打破到佢原本有嘅網絡效應啊、心理效果噶嘛。哦，網絡效應係咩意思？同美元地位有咩關係呢？嗱，網絡效應套用翻落美元嘅地位，即係話越多人用美元，交易嘅成本就會越低。好似而家全球嘅貿易定係金融系統，其實都依賴喺美元上面噶嘛。2023年 SWIFT 嘅系統有差唔多差不多啦，50% 嘅交易都係用美元作為結算噶。咁其他嘅貨幣基本上使用率係冇咁多啦，係觸及唔到嘅。咁歷史上有冇其他貨幣試過做大佬，然後點樣俾人取代㗎？當然有啦，其實歷史體系上美元只係其中嘅一粒微塵啫。以前西班牙係靠住殖民控制咗一啲白銀嘅礦，荷蘭係靠造船海運統領過嘅，英國係靠工業革命亦都做過貨幣嘅霸權、世界嘅霸權，但係佢哋最後都有唔同嘅原因衰落嘅。但係歸根究底，當中都多多少少會牽涉到就係軍事同埋經濟嘅力量衰退。美國之所以行到今時今日，係由一開頭一個世界工廠，之後喺2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咗最大嘅債權國，奠定咗佢一開始美元嘅基礎嘅。所以如果你要取代美元，另一個國家就一定要喺經濟、軍事、地緣政治全面咁樣超越美國。而呢個過程我相信都唔係一朝一夕，好漫長嘅。中國呢，第2大國喎，有冇機會先？戴翻個頭盔先。咁以下都係講嘅數字上，以事論事啫。人民幣喺外匯儲備而家係得 2.3%， 咁同美元嘅 59% 差距應該都好大啦吓。貿易單位上邊呢，仍然係用美元為主嘅，咁所以除非你有一日聽到中國同可能中東咁樣嘅地區達成協議，以後嘅原油呢，我哋唔用美元計價，我哋用人民幣，或者佢哋共同創立咗一個單位去計價嘅話，咁樣可能真係有轉機嘅。
好啦，又或者我哋睇埋消費力上面啦，中國嘅 GDP 而家暫時只係佔19% 嘅消費力。咁如果他日我國嘅人民消費得多啲嘅，取代美國嘅30% 嘅話，咁我哋亦都可以從消費呢個角度上邊見到人民幣或者係中國有轉機。不過總體咁多啦，現時嚟睇或者可能近20年、10年咁樣，人民幣要上位的而且確有好長嘅路要行。聽完真係學到好多嘅。咁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者係投資者，我哋點解要關心美元地位呢？我相信美元地位呢樣嘢會越嚟越喺報紙新聞，你會睇得越嚟越多噶啦。但係你要記得嘅，經過咗今日呢10分鐘咁樣嘅訪談，你要知道美元嘅地位呢，其實短期內係唔會有好大嘅實質威脅噶。取代美元呢啲嘅話題，啲討論更加似就係市場上嘅熱話啦，但係唔係嗰啲即將聽日起身就會見到轉變嘅事情。咁但係我哋作為普通嘅投資者，我哋都唔可以忽略美元地位對於市場上面嘅影響。嚟緊嘅5年、10年，我相信投資主題入邊係會多咗呢一個方向，多咗美元地位會唔會繼續走向被質疑嘅呢一個方向。呢個方向會造就好多唔同嘅投資主題，即係例如去美元化嘅話，投資黃金、投資比特幣呢一類離開法定貨幣系統嘅資產呢，已經係一樣好被討論嘅主題啦。又或者好似4月頭美股、美債、美元3個資產同時向下跌，其實顯示出世界資金係由美國流出。種種嘅都係唔同嘅投資主題牽涉到美元地位嘅問題，咁所以作為普通嘅投資者，我哋都應該要知道乜嘢係美元地位，乜嘢係美元貨幣嘅升升跌跌呢？兩者個差別喺邊度呢？真係好精彩嘅分享，多謝大家今晚收聽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